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情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心愈来愈寒，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受拖磨。天地遐尼大，痴心做苦伴，只要你做伴。阮已经对落你的梦，希望你会来听。爸，我放心。哦，我去车顶。阿芬啊，你哪遮无睡意啦？无要紧啊啦。哦，阿芬啊，你若无要紧哦，哎呀，开车载来去投票哈。但你讲的啥物话？哪有差到阿芬那一票啦？啊，我上好也是莫去投啦，我若去投吼，也袂投阿兄。拢嘛是你啦，迄山坡地水土保持也无做好，害我野花到我的人，拢嘛去予雨水冲掉。爸，毋是我挑拨会要惹你生气吧？好啊好啊，莫我讲啊，你陪我休困吼。陈乡长，这一切哦，拢是你造成的。陈乡长，你较安尼讲呢？啊，你莫伫遐地青啊啦！我开山政府发生这个代志，我毋是咧讲政府的代志啦，我是咧讲你哦，退场我大家大选啦。喂，你昨仔是伫啥物所在？是毋是伫中国大因兜？无啦，昨落大雨，我都无出门啊。你面当啊定生啦，这个代志我会查出来啦。等来。迄个票已经开出来了，干后差3000外票。差一票嘛是输啦，佮差啊30几票。啊，对了，你赶紧摕250万咯，还邮总的。爸，这是为虾米？你嘛有读过想看卖，这回咱选无调呢，你唔惊邮总因对咱采取行动哦？对了，你想出来讲吼，我绝对袂从政府那叫你听人啦。局长是这。恁爸爸才是安尼讲。是啦，也毋过吼，小雨你讲，最破路就是我就通收回啦。你袂为着这件代志，佮等去找李天宁啦吼。你等于甲恁爸讲，伊的心意我真了解。迄个土地的代志，
以后搁再慢慢啊参详。啊，好好好。真可惜，我还搁有代志要处理。无啦，尤总，咱毋是讲好势讲吼，若我选完，我要请你食饭啊。可惜你选无掉。啊，是啦。好啦，啊若无吼，我后晝过来找你啊。天年自从找到陈小姐来厝的了后，伊虽然逐工敲电话转来，都毋捌提起讲迄个陈小姐的代志啊。我伫想，天年绝对是想讲爷你也做毋对。我这个囝是爱面子的人，我爱讲出来利益。不过你嘛知影讲伊心肝真软的人，对。大家拢真无用啦，咱即摆就来讲正经的代志。嘉玲，我毋是甲你讲过，我有一个计划。我话先讲伫个头前哦，若是无10成的把握，我是袂答应哦。安那，紧讲啊！阮即摆就是要投资做生意啊。道明伊嘛真赞成我的计划，阮是想讲要发动阮师仔会师兄师弟，以天年老爸的名成立一个基金会。本成立这个基金会主要目的，就是想要帮助陈小姐正式设立一个教养院。李白，尤总，这是林书库的资料。喂，高明啊，王阿玲啊。天年若看到咱，一定惊一跳。天明伊个人敢会伫遮？毋管伊秘伫咧倒，咱拢甲伊挖出来。就亲像罐头共款，啊关出来。阿玲，住喺遮实在袂歹吼。对啦，外口种这样侪伙是要创啥？阮感觉要小整理者，安尼看起来较清气啊。请问你，有啥代志先？哦，小姐你好吼，恁是代表你青泉文教基金会吼，今日特别来这边四过看看行行的。你青泉基金会？林小姐，你还阁会记我无？陈小姐敢有伫？阿芬啊，阿芬人无爽快呢。遐拄啊好，不要紧啊，阮会使去内面看伊啊。伊小姐，恁有啥物代志甲我讲，嘛是共款。是伊无想要见阮。小伟，小伟，较说你若有啥物代志，无留在内底讲。对啊，内底坐啊。对啦，我先来介绍，伊叫做谢道明，伊甲我甲天林，阮三个伫大学时阵，人拢叫阮三剑客。这位是陈小姐、林小姐，你两个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有你遐坐啊？坐啦。你拢坐。陈小姐，我看外口椅仔甲桌仔应该换新的。恁是毋是要来遮找李天宁？较说你若来找伊，伊即摆人无伫遮。我是专工要来找你的。是毋是为了这间厝的代志？因讲是，嘛因讲毋是。我直接讲好啊，阮大伯朋友师仔会用天林阿爸的名成立一个文教基金会。我就是这个基金会的董事长。陈小姐，我知影你真有爱心，也毋过爱照顾遮尔济囡仔，经费你可能有淡薄仔困难，所以我决定固定拨一寡经费来支持你。要做就爱好好啊做，我感觉你这间厝伤细间啊。你是毋是想要甲这间厝拆掉咧？陈小姐，你毋免遮尔紧张。天娘有甲我讲过，这间厝对你的意义。我是想讲，伫个边仔搁起几间仔厝，你感觉安怎咧？你若是有意见，会当讲出来，袂要紧啊。
尹小姐，你是毋是有啥物条件？无，我无任何的条件。这个办法是条面想起来，阮大家拢真赞成。陈小姐，你莫怀疑阮的诚意啊！爱我照做互恁听无？也毋过爱成立一个教养院，毋知影陈小姐你敢有这个资格做院长呢？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有甜好。叫。小伟，小伟，你毋是咧照顾建婚？阿呆，阿呆，你有看到你先生无？无啊。即马是要安怎就好啦？小婉啊，啊是发生啥物代志啦？啊，就迄个医副总的啊，过来找阮，若要创啥？又个是李天的，我操！小婉啊，无啦，我无别的意思啦。这件代志我会好好考虑一下。我人无啥爽快，我想要离去过一下。真歹势，我无啥。等下，无咱来走。嗯。这边，这边。哪点？你也来啊？天林，你应该讲阮哪来哟？安那？你无欢迎看到阮这老同学、老朋友？我无这个意思啦。天林啊，当时阮来庄家找伊哦，咱三个要做伙哦，实在够困难的啦。实在真歹势哦。好啊啦，人拢已经来到遮，搁讲遮的。天林，最近好无？我真好，你看起嘛袂歹啊。我是来遮看工地的情形啦，表面甲倒面都要缀我来讲来看去。来到遮才知影陈小姐半边，才顺续来遮看。我拄则看陈小姐，伊若是休困几工啊，应该都无问题啊。是啦，多谢你哦。咱呢，我有代志要先走，会无？倒边，咱两个哦，敢若袂输个保镖咧。哼，天林，阮住伫遮啦，下暗会记来找我。哦。咱三个哦，会用好好啉几杯啊，无醉哦，会用先走的。啊，若醉吼，就搁较免走啊啦。我一定会来啦。啊。请问，你若随便入来走我的房间，你会当随时赶我离开你的房间，但是你无法度将我为你的心来赶走。你莫等下自作聪明。这句话应该是我讲的呢。你若是甲我赶走，你才会欢喜。我会永远莫在你的面头前出现。哪年我来找你哦？甲你一点仔关系都无。当然跟我有关系。伊袂只是来看你，
问你好唔好尔？伊当然嘛毋是来看我过得好还是唔好，伊当然嘛毋是因为你才来看我。卡水若是因为你才来看我，我会甲伊讲，我甲你一点仔关系都无，我会拜托伊，叫伊赶紧带你回去台北。你凭啥物？你甲我一点仔关系都无，你凭啥物叫伊带我回台北？啊伊咧，伊凭啥物带我回去台北？我干那想要知影，伊想哪来找你？伊到底是对你讲啥话啦？李生，你莫甲逼好无？我有权利知影任何跟我有关系的代志啊！李先生，迄个尹雅玲只是讲，伊要来成立一个基金会，要援助政府来照顾这个囡仔。李先生，你想讲你安尼做，就表示你情爱分析。咱无需要因的帮助，用这个钱会当渡过难关。咱若是加买我花材、花籽来种，加种我地来种花，咱唔免因的帮助，嘛会当好好照顾这个囡仔。李先生，你的身躯哪有遮多钱哈？我甲扯袂去。李先生，原来你下晡就是去。无唔对，这只是表示我的决心，无人会当叫我离开这。但这阮袂当，伊阿玲更加袂当。迄台车是伊上介意的物件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的嘿，恁大家看，啥人来啊？天年，阮当咧跟有公兵甲你管落罪呢。大家坐啊。阿玲，基金会到底是啥物代志？这是一个义务性的社团啊，阮主要是帮助单小姐照顾遐个囡仔。敢遐尼单纯？你安尼讲，是怀疑大家的诚意。你莫甲别人牵拖入面。我要知影你的动机。你嘛？这是我甲伊的代志。这间房间遮细间吼，啊，客遮侪人入来，空气真歹伫，咱出外口行行啊，好，行。副总啊，啊无我先转来去房间，恁若有代志再敲电话给我吼。坐啊。你想要啉啥物咧？你还袂回答我的问题啊？你爱我讲啥物？或者是讲，你想要听我讲啥物咧？阮成立你金泉文教基金会，主要的目的是要打算拨一笔经费，帮助陈小姐照顾遐个囡仔。敢要我安尼做，你嘛怀疑我？敢讲道明甲刁明你也无相信？我讲过，莫甲大家牵拖入面。我太了解你了。你敢真是了解我？你敢知影我心肝内底想啥物？是安怎？我做爱你欢喜的代志，你都怀疑我咧？咱咧做善事，毋是为着倒一个人尔呢。好，我即马甲你讲，做这件代志，我是诚心诚意，安尼会用无？我是惊咱两个伫原来的所在伫遐咧哭哭说，无一定你有听人讲起我甲政府有发生问题，这毋是表示讲我就会转去台北。我知影，我知影。
我有目的，我就找你在场的机会，去找陈小姐讲，表现给你看到无？天宇，就算讲我想要记你，不过我无想要勉强你。就算讲我无记到你，我嘛是会离开这。天宇，你要相信我。可能是我错怪你啦。本来就是你错怪我。老实讲，我并不希望政府接受你的帮助。我希望，敢若我甲因两个人同心合力来做这件代志。你先休困，我去找调朋友。天明，你若想应，回去看你妈妈。你妈妈一个人足孤单，也足思念你。我会啦。你当时要回去台北？应该是明仔载。